今日正道嘅經文係記載喺列王紀上21章17節至到29節。耶和華的話臨到提斯比人以利亞說：你起來去見住撒瑪利亞的以色列王亞哈，他下去要得拿伯的葡萄園，現今正在那園裏。你要對他說：耶和華如此說，你殺了人，又得他的產業麼？又要對他說：耶和華如此說，狗在何處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處舔你的血。亞哈對以利亞說：我仇敵啊，你找到我麼？他回答說：我找到你了，因為你賣了自己，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耶和華說：我必使災禍臨到你，將你除盡，凡屬你的男丁，無論困住的、自由的，都從以色列中剪除。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八的兒子耶羅波安的家，又像亞希亞的兒子巴沙的家，因為你惹我發怒，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裏。論到耶洗別，耶和華也說：狗在耶斯列的外郭必吃耶洗別的肉。凡屬亞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鳥吃。從來沒有像亞哈的，因他自賣，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受了皇后耶洗別的慫動，就照耶和華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趕出的亞摩利人，行了最可憎惡的事，順從偶像。亞哈聽見這話，就撕裂衣服，禁食，身穿麻布，睡臥也穿着麻布，並且緩緩而行。耶和華的話臨到提斯比人以利亞說：亞哈在我面前這樣自卑，你看見了麼？因他在我面前自卑，他還在世的時候，我不降這禍；到他兒子的時候，我必降這禍與他的家。以上係神嘅說話。弟兄姊妹平安，感謝神啊！今日俾我哋有生命嘅氣息，可以返到教會啊，同埋喺網上邊咧一齊嚟崇拜、學習佢嘅話語。喺今年嘅聖灰節啊，即係咧2月嘅18日啊，至到復活節之前嘅一日，呢段期間嘅40日咧，我哋稱之為咧40日嘅預苦期，係紀念咧耶穌基督咧為我哋成就嘅救恩。嗱，咁喺呢40日裏邊咧，基督徒咧會透過禁食、祈禱、反省、悔改咧，以心靈誠實咧嚟親近神，預備咧迎接耶穌基督嘅受苦同埋復活嘅。嗱，弟兄姊妹，即係聖經咧不斷咧都提醒我哋一件事啊，就係咧我哋都係罪人，我哋需要悔改，仰望上帝嘅拯救。有時候咧，我哋對自己係罪人嘅呢一件事咧，都會輕描淡寫，因為咧我哋都唔想咧成日提起。我哋會講咧，我知錯噶啦，我哋會悔改噶啦。不過究竟我哋嘅悔改係口頭上嘅悔改啊，定係心裏邊真正嘅悔改呢？我哋講要學像耶穌。所呈現出嚟嘅係我哋嘅生命咧，要有改變啊！
而呢啲改變呢，其實係應該睇得見，同埋應該呢係察覺得到嘅。箴言喺14章嘅9節講話，愚妄嘅人犯罪以為戲耍，意思係咧愚妄嘅人啊，佢哋以為犯罪咧就可以唔使認罪悔改，或者佢哋認為咧犯罪咧係微不足道嘅一件事，以為咧認罪悔改向神獻贖罪祭係一件咧好笑嘅事，就好似咧小丑戲耍一樣。嗱，喺今朝早咧，我哋會透過正道經文裏邊所發生嘅故事，一齊去思想罪嘅可怕，同埋咧喺故事裏邊咧，我哋可以得到啲乜嘢嘅提醒啊！我哋今日咧要講嘅故事咧，發生喺舊約嘅列王紀上嘅21章，拿伯嘅葡萄園啊。有一個人，佢嘅名咧叫拿伯，佢係猶大支派嘅後裔，住喺一個咧叫做咧耶斯列嘅地方。拿伯喺嗰度咧有一個葡萄園，而喺佢嘅葡萄園嘅附近呢，就係當時撒瑪利亞嘅王亞哈所住嘅宮殿。有一日咧，呢個君王亞哈咧竟然去揾拿伯啊！原來咧佢想要拿伯嘅葡萄園。當然亞哈開出咗好好嘅條件，佢咧就同拿伯講話，可以用一個更加好、更加大嘅葡萄園咧嚟交換，又或者咧可以咧用錢啊將拿伯嘅葡萄園咧買落嚟。弟兄姊妹，如果係拿伯嘅話，你會點做呢？堂堂一國之君專登嚟揾你，希望咧用一個更加大、更加好、可能出產更加多葡萄嘅葡萄園啊，交換而家你呢一個。嗱，如果你想要錢嘅話呢，你可以咧任意開一個價錢。嗱，任你點開，佢都會答應你嘅。你會唔會賣你嘅葡萄園俾亞哈呢？嗱，如果係我呢，我可能咧會同亞哈講：啊，等我翻去咧同太太、同啲仔女商量下先，再答覆你。拿伯佢冇同家人商量，佢咧亦都冇去問可以賣到幾多錢，佢冇去問咧換翻嚟嘅葡萄園有幾大有幾好。聖經講咧，拿伯即時就拒絕咗咧佢眼前呢位君王亞哈嘅要求。拿伯咧就同亞哈講：我敬畏耶和華，萬不敢將我先人留下的產業給你。喺希伯來文嘅聖經裏邊咧，更加直接講咗原因啊。拿伯同亞哈講：耶和華上帝唔准我將我嘅產業俾你啊！因為神唔准我咁做，所以咧我都冇辦法。就算咧我想換地，就算我想賣俾你，甚至我想送俾你，都唔得。因為咧我要聽上帝嘅說話。亞哈其實咧佢好清楚，按照上帝嘅律法咧，拿伯佢係唔會答應嘅，因為土地係上帝賜俾以色列各個支派嘅，所以咧土地唔可以出售。土地咧必須要留喺咧各個支派嘅家族裏邊。咁點解亞哈要去問呢？因為咧佢會諗拿伯可能係一個唔遵守上帝律法嘅人，又或者咧佢認為咧我開咗咁好嘅條件，拿伯應該都會好似當時好多人一樣咧，因為眼前嘅利益而選擇放棄遵行上帝嘅律法。但係拿伯竟然冇咁做。因此咧，當亞哈聽到拿伯所講嘅説話咧，佢冇再嘗試去說服拿伯，甚至係開出更加好嘅條件，因為佢知道咧，拿伯佢優先考慮嘅係上帝，而唔係咧眼前嘅利益啊。亞伯呢位君王，因為得唔到拿伯嘅葡萄園，佢就悶悶不樂咁樣咧，翻去自己嘅宮殿，瞓喺張床上邊，將塊面咧擰埋一邊，佢連飯都唔想食。亞哈所表現出嚟嘅反應咧，其實好似一個細路仔啊，得唔到佢想要嘅玩具一樣，佢冇任何嘅辦法，只可以咧自己咧發自己嘅脾氣。亞哈有一個太太叫做耶洗別，聖經裏面咧提到耶洗別咧，佢係一個外邦嘅女子，佢唔信上帝。佢邪惡同埋殘暴，因為咧佢殺害耶和華嘅先知，
因為佢將外邦人崇拜嘅假神巴力同埋亞舍拉咧帶到以色列人嘅裏邊。但係我哋咧唔可以否認一樣嘢，就係咧，起碼對於亞哈嚟講咧，耶洗別咧係一個好識得體貼丈夫嘅太太啊。當亞哈佢悶悶不樂，瞓喺床上邊唔食飯嘅時候，耶洗別知道咗就去問亞哈：你點解悶悶不樂啊？你點解唔去食飯啊？各位弟兄，當你悶悶不樂唔食飯嘅時候，唔知道有冇人會問下你呢？亞哈佢聽見耶洗別咁問呢，就將拿八同葡萄園嘅事呢講俾耶洗別知道啊。當耶洗別聽完之後，佢用諷刺嘅語氣啊，同亞哈講：你而家唔係統治以色列國嘅君王嚟㗎，你而家快啲起身，開開心心咁樣去食飯，我必將耶斯列人拿八的葡萄園給你。耶洗別咧好有把握，同佢老公講啊，包喺我身上，我有辦法咧可以得到拿八嘅葡萄園。弟兄姊妹，你諗唔諗到耶洗別用乜嘢辦法可以攞到拿八嘅葡萄園呢？嗱，如果你認為只要將拿八殺死就可以攞到佢嘅葡萄園嘅話呢，你就錯咯。因為根據律法呢，就算拿八死咗啊，葡萄園都係屬於佢嘅仔嘅。咁點樣先至可以得到拿八嘅葡萄園呢？耶洗別首先呢，就係假冒亞哈嘅名義寫咗幾封信，然後呢，就蓋上咧亞哈嘅印章，之後呢，就將呢啲信啊送去俾拿八所居住嘅嗰座城裏邊嘅長老同貴胄。長老通常就係以色列支派裏邊德高望重嘅人，佢哋咧被認為係咧有智慧、有能力咧去承擔起咧社區領袖嘅角色，而貴胄即係貴族啊，佢哋通常咧係大地主，佢哋喺社會上邊咧有好大嘅影響力，所以我哋就知道咧長老同貴胄咧，佢哋咧掌握咗一座城裏邊中間階層大部分嘅權力。而耶洗別假冒亞哈嘅名義寫信俾長老同貴胄，就係要佢哋咧合謀咧去陷害拿八啊！耶洗別喺信裏邊咧假冒亞哈嘅名義，命令咧城裏邊嘅長老而家咧全城嘅人咧要禁食，同埋咧安排咧拿八咧坐喺高位上邊，意思即係咧安排拿八咧坐喺容易俾大部分人見到嘅位置。喺古代咧，一座城全部嘅人要禁食啊，表示咧佢哋當中咧有人犯咗好嚴重嘅罪，因此咧全城嘅人咧都要咧禁食悔改。而耶洗別嘅詭計就係咧，先要城裏邊嘅長老宣布禁食，然後咧佢哋再揾兩個匪徒，即係惡人啊，作假見證咧，指控拿八。律法上邊咧規定咧，唔可以單憑一個人嘅見證，需要咧兩個人或以上嘅人咧有相同嘅見證，先至可以定一個人嘅罪啊。咁呢兩個匪徒就指證拿八咧犯咗大罪，佢哋咧誣告拿八咧褻瀆上帝，同時咧亦都褻瀆咗亞哈。根據《申命記》嘅13章同埋《利未記》17章所提到嘅律法啊，褻瀆上帝咧係死罪嚟嘅，呢一個人咧係要被石頭打死嘅。因此咧，當呢兩個匪徒拎起第一塊石頭嘅時候咧，其他嘅以色列人佢哋就可以依法同樣咧拎起石頭咧將拿八打死。耶洗別嘅邪惡在於佢身為外邦人，但係佢為咗達到目的，就研究起以色列人嘅律法。佢知道上帝嘅律法，但係佢就用律法嚟殺人。耶洗別嘅邪惡咧，令到我哋心寒。但係同樣令到我哋心寒嘅係城裏邊嘅長老同貴胄，竟然都會按照耶洗別嘅詭計行事。佢哋同流合污，
一齊咧離棄遵守上帝嘅律法啊！喺陷害拿伯呢件事上邊，邊個人犯咗罪呢？耶洗別佢假冒王嘅名義寫信，嗰兩個匪徒佢哋作假見證陷害拿伯，褻瀆咗上帝同埋君王。嗰一啲長老同貴胄，佢哋一早就知道陷害拿伯嘅係出於耶洗別嘅心意，而唔係出於亞哈嘅意思啊！因為經文咧講俾我哋知道咧，當拿伯被石頭打死之後咧，呢啲長老同貴胄咧就打發人去通知耶洗別，而唔係通知亞哈。剩落嚟呢，我哋就問嗰一班有份用石頭打死拿伯嘅以色列人，喺佢哋唔知道嗰兩個匪徒作假見證嘅情況之下，佢哋打死拿伯，佢哋有冇犯罪？而亞哈佢喺拿伯嘅死上邊，好似呢冇任何嘅參與，咁樣佢喺呢件事情上邊，佢有冇犯罪呢？當耶洗別聽見拿伯被石頭打死之後呢，佢呢位體貼丈夫嘅妻子就去到亞哈面前，同亞哈講：你起身啦，而家就去佔有去攞拿伯嘅葡萄園啦。而家呢，佢已經死咗噶啦。亞哈點解可以得到拿伯嘅葡萄園呢？因為呢，根據列王紀下嘅9章26節嘅記載啊，拿伯嘅眾子、拿伯嘅幾個仔啊，都喺同一日被殺。可能拿伯嘅家族再冇其他嘅繼承人，而且拿伯所犯嘅罪係死罪，因此呢，亞哈作為君王就可以呢沒收拿伯嘅產業，收歸國有啊。亞哈佢一聽見拿伯死咗，就起身要去佔有嗰個葡萄園。亞哈嘅可惡喺呢度呢表露無遺啊！佢冇問拿伯係點樣死嘅，佢一啲興趣都冇啊！佢眼中只有葡萄園。弟兄姊妹，你有冇發覺呢？耶洗別嘅詭計啊，簡直係天衣無縫。參與陷害拿伯嘅人，由皇后耶洗別、長老、貴胄到做假見證嘅嗰兩個匪徒啊，佢哋全部都係狼狽為奸，一定唔會講俾其他人知道佢哋嘅罪行。而參與用石頭打死拿伯嘅百姓，佢哋並不知情，佢哋以為咧拿伯真係褻瀆神、褻瀆君王，因為有兩個見證人證明拿伯犯罪啊嘛。亞哈佢就更加咧唔會講俾其他人聽佢所知道嘅事。一個遵守上帝律法而唔肯將先人產業轉讓俾君王嘅拿伯，就咁樣白白俾人誣告，含冤而死。邊個可以為拿伯申冤呢？上帝可以，因為上帝先至係嗰個葡萄園真正嘅主人啊！當亞哈要去佔有拿伯嘅葡萄園，耶和華神就喺呢個時候向先知以利亞說話。上帝同以利亞講：你起來，去見住撒瑪利亞的以色列王亞哈，他下去要得拿伯的葡萄園，現今正在那園裏。耶洗別要亞哈起嚟，係要佔有別人嘅葡萄園。上帝要先知以利亞起嚟，係要宣告公義，審判亞哈同其他人嘅罪。上帝同以利亞講話：亞哈現今正在那園裏。上帝知道咧，亞哈而家就喺嗰個葡萄園裏邊。人所做嘅任何事，上帝都知道，同埋咧都一清二楚。我哋有危難有需要嘅時候，我哋希望上帝同在；我哋做好事，我哋侍奉嘅時候，我哋希望上帝見到我哋嘅好行為。但係當我哋作惡嘅時候，我哋又希望上帝唔喺我哋身邊，又或者咧見唔到我哋所犯嘅罪。箴言15章3節清楚講俾我哋聽：
耶和華的眼目無處不在，惡人善人他都監察。上帝要以利亞同亞哈講啊，你殺了人，又得他的產業嗎？亞哈佢犯咗十誡裏邊不可殺人嘅誡命，因為佢放縱別人殺害無辜嘅人。亞哈又犯咗十誡裏邊不可貪戀別人一切所有嘅誡命，因為佢貪戀拿伯嘅葡萄園啊。同時咧，上帝咧亦都審判咗咧亞哈悲慘嘅結局。當亞哈見到以利亞出現喺葡萄園嘅時候咧，佢應該咧十分之驚訝。佢問以利亞：你竟然揾到我？你知道我喺呢一度？以利亞同亞哈講：我揾到你，我嚟揾你，因為你出賣咗你自己啊！你做咗耶和華眼中看為惡嘅事。以利亞佢冇等亞哈嘅回應，就直接講俾亞哈知道神嘅審判。神審判亞哈，神要令災禍臨到亞哈嘅身上，凡屬亞哈嘅男丁都從以色列中剪除。弟兄姊妹，我哋見到上帝對亞哈嘅審判呢係十分之嚴厲嘅，表示呢上帝非常之憤怒。上帝同亞哈講話：因為你惹我發怒，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裏啊！嗰一啲唔知情卻用石頭打死拿伯嘅人，佢哋都喺罪裏邊。我知道呢，有時候我哋會想反駁嘅。話呢一啲人呢係無辜嘅，不過呢，我哋要記得喺雅各書嘅第2章10節所講嘅說話。經文話呢，因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有一條上跌倒，他就是犯了眾條。律法咁多條，你只要守唔到其中一條，你就係犯晒所有嘅罪。聖經亦都好清楚講俾我哋聽咧，除咗主耶穌，呢個世界上邊咧一個義人咧都沒有。而耶洗別同埋凡屬亞哈嘅人，佢哋都必定咧被狗或者係飛鳥咧食佢哋嘅肉。呢一啲嘅預言咧，最終咧喺幾年之後咧都應驗咗。弟兄姊妹，上帝嘅審判事實上咧係帶嚟安慰嘅。因為冇任何唔公義嘅事咧，可以逃過上帝嘅眼睛。上帝聽見、睇見，並且知道咧屬神嘅子民佢哋所受嘅苦難。而上帝對惡人嘅審判咧，係必定會降臨嘅。當亞哈佢聽到神嘅審判，經文話佢就撕裂衣服、禁食、身穿麻布、睡臥也穿着麻布。並且咧緩緩而行。亞哈佢悔改，佢希望咧可以被神饒恕啊。列王紀上嘅21章25、26節咧，係聖經對亞哈呢個人嘅判詞，又或者咧係評價。經文話咧，從來沒有像亞哈的，因他自賣，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受了皇后耶洗別的慫動。就照耶和華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趕出的亞摩利人，行了最可憎惡的事，順從偶像。亞哈係以色列所有君王裏邊最壞嘅、最邪惡嘅。佢出賣自己，行惡事，佢完全受到耶洗別嘅支配，去順從、去敬拜其他嘅偶像同假神。對於亞哈聽到神嘅審判之後，佢撕裂衣服、禁食、身穿麻布、悔改起嚟。神係咁樣同以利亞講嘅：因他在我面前自卑，他還在世的時候，我不降這禍；到他兒子的時候，我必降這禍與他的家。上帝佢並冇赦免亞哈所犯嘅罪，上帝只不過係延遲咗審判，但係審判並冇取消。最終呢，有一日呢，審判呢會嚟到。咁我哋就問：點解淨係延遲而唔係赦免？弟兄姊妹，
真正嘅悔改必須要有修復又或者係修補嘅行動。我哋喺經文裏邊，我哋睇唔到亞哈佢有採取任何嘅行動嚟修復或者係修補佢貪戀拿伯嘅葡萄園所帶嚟嘅破壞啊！佢冇將葡萄園歸還俾拿伯嘅家族，佢亦都冇承認自己嘅過錯啊！真正嘅悔改咧，應該好似路加福音19章裏邊所提到嘅稅吏撒該一樣啊！佢跟隨耶穌之後，就將自己嘅財產嘅一半分俾窮人。以前被佢欺騙過嘅人，佢又會用4倍嘅價錢嚟作出補償啊！究竟亞哈嘅悔改係口頭上嘅悔改啊，定係心裏邊真正嘅悔改呢？喺拿伯嘅葡萄園呢個故事裏邊呢，神對亞哈嘅判詞啊，提醒我哋要小心注意3樣嘢。第一樣嘢要小心嘅就係我哋容易出賣自己啊！出賣自己意思就係話我哋成為奴僕。成為乜嘢嘅奴僕呢？聖經話我哋原本都係罪嘅奴僕啊，而罪係由於我哋自己嘅私欲而嚟。喺雅各書嘅1章15節啊，私欲既懷了胎，就生出罪來；罪既長成，就生出死來。亞哈佢想得到拿伯嘅葡萄園，原本佢想透過交換，又或者用錢買落嚟，但係拿伯佢唔同意。事情去到呢度本來就應該可以告一段落，但係亞哈佢順從自己嘅私欲，就放任耶洗別去犯罪。亞哈自己就接受咗別人犯罪所得嚟嘅好處。羅馬書6章16節講話：豈不曉得你們獻上自己作奴僕，順從誰就作誰的奴僕嗎？或作罪的奴僕，以至於死；或作順命的奴僕，以致成義。弟兄姊妹，讓我哋都成為信服上帝嘅奴僕，以至於我哋可以被稱為義。我哋唔好出賣自己，成為罪嘅奴僕。第二樣嘢要小心嘅就係我哋容易受到聳動啊！受到聳動意思係我哋嘅信仰、我哋嘅價值觀有時候好容易被動搖，又或者被引誘就改變咗。上帝佢責備亞哈受耶洗別嘅引誘，就動搖咗佢原來嘅信仰，順從咗其他嘅偶像。我哋要知道一件事就係亞哈佢作為以色列嘅王佢係必定係認識上帝嘅律法，同埋知道究竟係做乜嘢事係上帝喜悅嘅，做乜嘢事係上帝唔喜悅嘅。亞哈認識乜嘢係真道，但係佢就選擇咗違背真道。耶洗別呢個名最後出現喺啟示錄嘅2章20節裏邊。耶穌佢責備推雅推拉教會嘅信徒，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容讓那自稱是先知婦人耶洗別教導我的僕人，引誘他們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弟兄姊妹，喺信仰嘅路途上邊我哋會遇到幫助我哋靈命成長嘅好榜樣，但係亦無可避免會遇到引誘我哋遠離神、敗壞我哋屬靈生命嘅人。我哋要小心，唔好成為違背真道嘅人。第三樣要小心嘅就係罪必定會追上我們。聖經講俾我哋聽一個原則，喺民數記嘅32章23節經文話倘若你們不這樣行，就得罪耶和華。要知道你們的罪必追上你們。呢一句經文帶出嚟嘅原則就係人所犯嘅罪、所做嘅壞事，無論係咪隱藏喺眾人面前，最終犯罪嘅人都要面對後果，面對審判，冇一個人可以例外。亞哈嘅悔改只能夠令到神對佢嘅審判稍作延遲，
但係審判嘅本身呢並冇取消，上帝並冇赦免亞哈嘅罪。弟兄姊妹，有一樣嘢呢，你一定要好清楚，就係呢：你嘅悔改唔可以令你得救。我再講多次，你嘅得救唔係因為你嘅悔改。我哋人嘅得救完完全全係因為我哋信咗主耶穌基督。得救帶俾我哋嘅，除咗上天堂，除咗同上帝和好有永生之外呢，仲有一個好重要嘅恩典，就係我哋所犯嘅罪呢，唔會再追上我哋啊！因為主耶穌基督已經為我哋還清咗罪債啊！喺希伯來書嘅13章12節經文話：所以耶穌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聖，也就在城門外受苦。城門外嘅受苦就係耶穌被釘喺十字架上邊，佢為我哋嘅死，佢所流嘅血可以令我哋咧成為聖潔啊！意思係乜嘢啊？意思就係耶穌成為替罪嘅羔羊，我哋因為耶穌嘅死咧而成為無罪啊！羅馬書嘅8章2節啊，保羅亦都講到咧，因為賜生命聖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裏釋放了我們，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了。耶穌佢不單止為我哋死，佢同天父亦都賜下聖靈，令我哋喺基督耶穌裏邊咧有自由，從犯罪同死亡裏邊咧釋放出嚟。因為我哋從罪裏邊釋放咗出嚟，我哋先至識得悔改啊！我哋先至會有好嘅行為。悔改係我哋得救嘅結果，而唔係原因。弟兄姊妹，喺預苦期嘅日子，我哋紀念耶穌基督咧所成就嘅救恩，同時咧亦都求主咧保護我哋，令我哋咧識得警惕一切對我哋屬靈生命帶嚟危險嘅引誘。願上帝嘅話語喺今個早上都可以祝福大家。我哋同心祈禱。慈愛阿爸天父，我哋再一次多謝你嘅恩典，多謝你差遣你嘅愛子耶穌基督嚟到世上去拯救我哋。我哋知道即係唔係主嘅拯救，我哋都依然喺罪裏邊。感謝你嘅恩典，俾我哋都係繼續持守對你嘅信心同對你嘅相信。我哋咁樣嘅祈禱係奉耶穌基督已經得勝嘅名字祈求，阿門。金句列王紀上21章20節，我哋一齊誦讀金句經節兩次。亞哈對以利亞說：我仇敵啊，你找到我麼？我找到你了，因為你賣了自己，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